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从列王记下的第20章来看西西家王的故事。有关于西西家王在位的时间有几种不同的看法。那从历代志下有提到西西家王登基的时候是25岁，并且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。那所以25加29，好，那就是54岁。好，那应该西西家王的年纪呢，会在54岁左右。那但也有认为呢，好，西西家王做王的时间呢，不止这个25年，好，而是我们要提到西西家后来又多活了15年，好，是在这29年之后。好，那它就是会变成25，加上呃29，然后再加上15，好，可能会来到69。好，那西西家王在位的时间呢，好，可能有14加14加15年，好，那加起来有53年。好，那这个计算的方法呢，好，可能会有不同的出入。好，那最主要的是要根据当时亚述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间，好，这个是比较确定的。好，一个是在主前的701年，好，那再来是主前的713年。好，那所以要对照这个时间呢，好，才能够来确定说，今天我们要读的西西家多活了15年的这个事件，好，到底是在亚述被打败之后，还是亚述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。好，那这个读起来的话，这个经节的意境呢会很不一样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今天第20章的经文。20章第1节，迄个时阵，希西家破病，病甲得要死。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来见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的护士着交代好势，因为你未死，病未好。希西家就活转身壁，对上主祈祷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带领我安怎忠心尽心服侍你，做你看最好的事。希西家就大声啼哭。以赛亚出去，还未到中庭，上主的话临到伊讲：你活倒转，对我的子民的王。希西家讲：上主你的祖先大必的上帝安尼讲：我有听到你的祈祷，有看到你的目屎，看，我要甲你医好。第3日，你会上去上主的殿，我要互你的岁数加添15年。我要解救你，甲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。我为着家己的缘故，嘛为着我的仆人大必的缘故，为保护这个城。以赛亚讲，就摕一块无花果药果来，因就摕来搭伫粒仔，王就好起来。20章的第1节说那些日子那因为我们读经文会读19章，好，是这个亚述大军有185000，好，被消灭。那会认为西西家是在这个事件之后，好，在亚述大军被消灭之后才发生的。好，但是呢，20章第1节说那些日子，好，可能就是指还在亚述包围耶路撒冷的日子。好，那这个那些日子呢，可能是指在18章17节之前。好，就是主前701年的时候，好，而不是亚述被打败之后，好，所以我们会看到后面好第6节说，神告诉透过以赛亚告诉西西家，好，神不仅要加添他15年的寿数，还要救他脱离亚述王的手，救这你和这城呢，好，表示这些事情呢是连在一起的。如果是连在一起的话呢，好，那真的是非常的悲惨。好，就是西西家王呢，第一次被亚述军队来的时候呢，好，把这个金银财宝通通都交出去了。好，但是呢，亚述大军呢，好，又来攻下南国犹大的坚固城，后来呢，又来包围耶路撒冷，而且呢，这时候呢，西西家又病得快要死。好，那这个病是什么呢？好，这个病呢，在第7节有提到。
就是在王的疮上啊，好，所以这个病呢就是一个毒疮啊，好，可能跟皮肤病有关。如果西西家这时候就死了的话呢，好，那西西家这时候可能最多好只有25+14啊，好，就是39岁，好，只有39岁啊，好，那39岁好，可能西西家。我们看前面的王，好，都有了孩子，好，39岁早就十几岁就当结婚，好，但是西西家显然呢，好，他死后是马拿西来继位，好，那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只有12岁，好，那不管西西家是54岁、69岁，或是超过70岁，好，那他显然，好，他这个时候呢，西西家是没有孩子，好，然后呢，也还没有解除这个亚述的威胁。而且呢，他自己又有这个皮肤的毒疮的这个疾病，哇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助啊。好，而且呢，以赛亚又来告诉西西家说，啊，你必死不能活了。好，然后第一节说你要留遗嘱给你的家。好，那这个留遗嘱给你的家，就是说你要交代继承的事情。好，交代继承的事情，好，那很可能就是西西家连继承人都没有啊。好，那所以第3节西西家的祷告呢，就是好，他从以赛亚的话好听完之后，他就转脸朝墙，那是向神祷告。好，他并有是抱着以赛亚的大腿哈，然后说啊不行不行，我还要国家还怎么样好，然后我还怎么样好，然后我还要怎么样好，他没有，他是转脸朝墙好，对着墙向神祷告。好，说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哦。所以西西家很清楚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呢，都是为了神而做。好，就是我们在前面18章所看到，好，西西家他怎么样子来废去丘坛，好，砍下亚舍拉，毁坏柱像等等这些事情。所以当以赛亚宣布完，好，那这个时间呢，应该就是亚述的军队15万8千人还没有被天使使者消灭的之前啊。以赛亚宣布完，走到中庭，好，那神又告诉以赛亚，要以赛亚转达，说神已经听见他的祷告，好，而且呢要救他，3天后，好，他就会好，就可以回到圣殿来服侍神了。好，那而且呢，以赛亚还说，要用一块无花果的饼，好，那无花果的饼就是压扁的无花果，贴在他的毒疮上面，好，皮肤上面，王就会好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好，但是呢，好，并没有完全呢，好，还有后面的第8节第8节，以西家问以赛亚讲，上主要医好我。第3日，我会想起上主的殿有啥物条头。以赛亚讲，上主要实现伊所讲的代志，这就是上主互你的条头。你要爱立规的日影进前10度，还是倒退10度？以西甲应讲，日影进前10度较简单，我爱日影倒退10度。先知以赛亚求叫上主。伊就互阿哈斯所做的日规的日影倒退10度。好，那第8到第11节，好，在我们读列王记这么久来，好，似乎很少看到说先知已经开口了，还需要什么预兆，还需要什么丢桃，好，还需要什么验证，好，应该好像都不太需要，好，但是呢，西西家却在这里提出一个预兆，好，那这个预兆呢，好，是他怀疑还是不相信，好，还是他要来试验，好，我们不是很清楚，好，但是呢。好，这当中呢一个插曲，好，以赛亚呢给他一个选项，你要让这个日影向前10度，好，10度的原文是10阶，好，阶梯的阶或是10级啊，好，那这个日影呢是亚哈斯的日晷啊，好，和本写亚哈斯的日晷，好，那就是亚哈斯的阶梯或是亚哈斯的刻度。好，往前10度，好，那一般呢，好，就是在那时他们是用这个阶梯，好来看时间，好，那太阳到哪里，影子到哪里，现在就是上午的、下午的，好，大概几时，好，什么时候？那
一旦如果没有改变的话，这椅子都是往前走的。好，那一定是太阳由东升起，由西降下。好，那这个影子就是一直往前走。那但是呢，以赛亚好像让西西家要增加他的信心。好，说你可以选影子往前走10度啊，或是往后走十度。那往前走十度跟往后走十度，好，那其实都很困难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哈，这个影子可以倒退走，好，所以西西家提出一个不可能的要求，好，要让日影往后退10度。那以赛亚怎么做呢？好，说以赛亚呢，他就求告，好，所以在这章当中，好，我们看到西西家转脸朝墙的祷告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也看见好以赛亚接下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的祷告。好，那有人认为说这个日影后退10度呢，好，是因为太阳折射的关系，好，或是其他折射，它真的就倒退了。但有人认为真的在历史上，好，就是倒退了10度，好，那这个时间呢就是停滞，好像那时候约书亚好去攻打爱城，好进迦南地的时候，好那个日头呢就停在上面不落下来一样啊。好，那但是这个神迹呢，好，其实就是为了让西西家，好，这个就已经宣告会好的病，好，3天就会好的病呢，好，神也愿意回应以赛亚的祷告。好，第12节，迄时巴拉旦的囝巴比伦王比罗达巴拉旦听到希西家破病，就找使者提批甲礼物去探访希西家。希西家顺使者的要求，将伊的财宝库内面的金银香料、贵气的油，甲伊所有的军器，以及府库内的一切，拢互因看。伊的王宫甲全国所有的物件，无一项无互因看。然后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，问伊讲：这个人对你讲什么？因对倒位来见你？希西家讲：因对一个真远的国家巴比伦来探我。以赛亚讲：因伫你的王宫有看到什么？希西家回答：因有看到我的王宫内逐项物，我所有的财宝无一项无互因看。那这个事件，好，如果是在亚述被灭之后，好，那巴比伦，好，那就来看。但是如果这个事件是在亚述还没有被灭，好，那还是西西家呢，好，生病，好，然后病还没有好的时候，巴比伦来，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时间，哦，还没有办法很确定，那背后这个背景的局势就不太一样哦。好，但因为我们看到西西家呢，他有意，好，昨天的19章，好，他有意呢是要联合埃及，好，也就是古时王特哈加，好，来脱离亚述的手。那他也有可能呢，好，有意呢，好，是要来跟巴比伦来联手，好，来抵抗亚述。好，那这等于是他的父亲亚哈斯的翻版哦。亚哈斯当时就是找了亚述，好来抵抗亚兰跟北国以色列的联手。好，那不管如何呢，好，那现在巴比伦王听见西西家生病，好，就送信送礼物，好来探病。那西西家呢，好，那他知道这是很远的国家，好，那甚至呢，他还让他们来看好王宫内所有的一切哦。好，所以从这地理位置来看，好，我们已经也看过很多次，好这个亚兰呢，好，离北国比较近，好，但是是被更远的亚述所灭。那亚述呢，又被更远更远的巴比伦所灭。好，那好，也因为这样，好，这个历史呢，好，就让这个在两河流域好的这些民族国家，好，来开始建立了，好，这个横跨亚非，好，后来是欧亚非，好的这个超级强权和强国，好，包括巴比伦后面，啊，就是波斯帝国，波斯帝国后面就是希腊帝国，希腊帝国后面就是罗马帝国。好，那从这个图表当中，好，我们有看过左边，好，我们看右边，啊，西拿基利，好，是亚述的王，米罗达巴拉旦是巴比伦的王，好，这个年代呢，好，可能又比西拿基利早一点，那西西家呢，又比米罗达巴拉旦又再早一点当王哦。
好，所以在这段时间呢，这三个王呢，好，他们是有交集的，好，是有交集，好，但是好在历史上的发展呢，好，却是相当的戏剧性呢，好，相当的戏剧性。我们再看16节，以赛亚甲希西家讲，就听上主的话，日子得要到，王将来一切你的祖先接住到今仔日的物件。拢会互人搬去巴比伦，无留甲半项。上主安尼宣告，各你亲生的子孙，有诶会互人掠去巴比伦王的王宫做太监。以西家心内想讲，我在生的时有太平安全就好，就对以赛亚讲，你所传达上主的话真好。好，那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，都很难理解，好，西西家一个好王，怎么会这么短视近利？好，怎么会这么肤浅？好，但如果我们把前面的时间点、时序还有故事好的情节，好再整合起来看的话，好，就是20章的一开头是西西家病得快要死。好，但是呢，神透过西西家的祷告，由以赛亚宣布要给他15年，同时还让日晷倒退10度，然后呢，又有巴比伦的使者好来送礼物，好，那西西家呢，好在这个振奋心下呢，好龙心大悦，好把府库什么都给人家看光光，但是以赛亚来一问之下呢，好，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呢，好是为自己留破口，好说日子将到，好，那这个日子呢，好我们来推算的话，好这时候巴比伦的使者好来看西西家，大概是在主前705年，好，那巴比伦后来来掳走这个南国犹大呢，在主前598，好，甚至更早是605，好，就开始第一批被掳，第二批被掳，到最后的第三批被掳。好，那但是这个前后的时间呢，大概就有100年了。好，就是西西家在讲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日子将到，好，大概就是指100年后的事情了。好，但是呢，西西家好，他的回答是什么？说呢，在我有生之年，好，岂不是有太平和安稳吗？好，那可能西西家他现在想法是，他只要能够好活下来，好，现在的他可能是在39岁，好，如果他能够再活下来，好，那就好了，好，所以他后面的事情，好，他也不 care，好，其实如果我们也看其他前面的王，如果这时候西西家王他可以在以赛亚的面前认罪，好像大卫在先知拿单的面前认罪，那或许后面的故事都会有所改变了，好，最后20节。以西甲其他的事迹甲新旧，以及伊安怎骨池开沟引水入城，拢记载伫犹大的王书。以西甲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伊的囝玛拿西煞接伊做王。好，那西西家多活这15年呢，感觉好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好，其实那后面这15年呢，好，可能就是要回到19章，好，就是亚述的大军呢，好，被打败的时候，好，被打败的时候，好，但是西西家好留下了造池挖沟引水啊，好，那在19世纪，好，西元1880年，好，发现了西西家的这个水道，好，那也大概不到200年前，好，这个水道呢是在地下哈往耶路撒冷城往下挖，好，最深有643公尺，全长呢有540公尺，那这个水道的平均宽度呢是60公分，好，高度呢是1公尺到3.5公尺啊，好，那也就是西西家，好，可能是在这15年当中，好，或是呢，在亚述包围的那日子当中呢，好所做的这个工程啊，好，那这个水道呢，好，从立体透视图来看，好，那就是他们在上面居住，可是他们却在下面挖了水道，
好，让这个水道呢从右边进来，好，然后最后流到左边的西罗亚池哦，好，那这个是不容易的工程，好，但是这也让他们后来亚述大军包围的时候呢，好，他们还能够继续保持里面的生命安全啊。今日金句在第11节，先知以赛亚求救上主，伊就和阿哈斯所做的日规的日影倒退十度啊。好，我们看见上帝为了兼顾神儿女西西家王的信心，好，甚至不惜好震荡了宇宙，好让这个太阳好不是继续的运行，好，还不仅时间暂停，还倒退了10阶哦。好，那我们所侍奉的神，好。他可见我们所侍奉的神，好，他不是一个在自然法则下面一个某个区域的生命，而是神呢是掌管自然法则，星星、太阳、月亮、星辰都在神的调动当中，所以神能调动万物时间，好，他是甚至和星辰的至高主宰。好，那我们也看见，好，前面有亚述这种恐吓的威逼啊，逼迫，好，撒旦有时候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攻击我们，但有时候撒旦呢会透过巴比伦式好的攻击是什么呢？好，奉承、羡慕、掌声、阿谀、送礼物、送金子、好送好处好的攻击，哪一个比较危险呢？我们看到前面亚述式的攻击，西西家还能够祷告，好，知道祷告抵挡。可是巴比伦的攻击呢，好，西西家反而不知道，好，要去祷告，要警醒了。所以求主教导我们在亨通的时候，要加倍的谦卑、降卑，保守我们心灵的圣洁，好，能够把一切的荣耀单单归给主。好，也求主保全我们的生命与下一代的延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停留，更多的思想，从不同的时间对照来看，今天这段经文的故事背后有长远的意义以及提醒，让我们知道，仇敌有时候像是亚述王般毫无怜悯的攻击，但有时候却像是巴比伦般，是一种看起来赞美赞赏，好关心祝福，但背后呢是要偷窃，是要杀害，是要毁坏。求主帮助们好，能够有属灵的辨别，也能够有属灵的看见，知道神所喜悦，神所不喜悦，能够持续持守真理，走在光中。愿神圣灵帮助我们，如此祷告祈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